係好嘅。我係俾咗好多嘅資料，等佢哋去澄清翻佢哋嘅問題，但係佢冇報導到。8月17日，《蘋果日報》一篇文章中提到，星期二檔案專程到德國訪問用臭氧醫病嘅醫師，證實臭氧治療法不同於口服雙氧水。又越洋訪問咗另類療法組織嘅負責人，同樣直斥口服雙氧水有益健康之說。於是乎，使到梁日華引權威嘅神話不攻而破。其實背後係點樣一回事呢？醫生啊，咁我亦知咧，就係一啲嘅新聞有訪問過你，例如星期二檔案訪問過你啦。咁我想問一問啦，就係話喺當中你所講嘅嘢咧，有冇即係想要表達嘅嘢咧，有冇播晒出嚟咧？我喺接受佢哋訪問咧，我問佢兩個問題嘅。我第一，你想唔想香港人知道真相？咁當時咧，李文靜咧，我以前認識李文靜嘅，咁佢話當然啦，我梗想知道香港人知道真相啦。咁我第二，我話如果真相咧係對你哋嗰個電台係不利嘅咧，你電台會唔會播佢出嚟？咁佢話我哋電台冇立場㗎嚇，我哋會講即係採訪到咩我哋會講嘅咁。咁於是乎咧，我就講成件事俾佢聽。我講俾你聽，你去咩地方就會得到咩料。你去德國咧，德國係 ozone 嘅，個個做 ozone 嘅，佢哋會講 ozone 嘅好處，佢哋可能對雙氧水唔認識嘅。如果你問阿 Dr. Charles Farr 咧，佢基本上咧，佢一個西醫係用注射方法嘅，佢對嗰個口服係唔認識嘅。咁當時咧，佢哋已經有組人咧已經去咗德國㗎啦。咁我話咧，你真正要訪問咧係 Walter Gross 同埋 Father Wilhelm， 因為而家民間嘅用法咧係源自佢哋兩個人㗎嘛。咁呢個係個主要個資料嘅來源，你應該訪問佢哋。咁據我所知咧，李文靜咧同 Walter Gross 咧係傾咗2個鐘頭嘅，但係據我所知咧 Walter Gross 資料一啲都冇出街嘅。咁同埋咧，佢喺我哋做訪問嘅時候咧，佢亦都係希望我講到佢想要我講即係嘅嘢。咁佢初咧就話我只得20分鐘嘅節目啦，好短啦，咁我盡量盡量訪問啦，盡量攞資料啦。咁佢始終咧一直訪問咗我成個鐘頭咁耐，因為我當時我錄影晒嘅，佢問過咩嘢我錄影晒嘅。咁結果你睇到咧就係出咗一句嘅啫。咁同埋咧就影埋我俾警察拉，即係好明大家知道咧，我嗰件事咧同嗰個雙氧水完全無關嘅。咁佢想加插落去咧，即係話咧我連嗰一句咧佢都要影衰埋我咁樣。Charles Farr 嗰度咧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嚟嘅。我哋會即係有機會咧，我應該訪問 Charles Farr 咧，真真正正叫佢再講翻出嚟，佢講過啲咩嘢，但香港人知道咧到底 Charles Farr 嘅立場係點樣。Dr. Charles Farr 就係星期二檔案越洋電話訪問嗰位喺美國研究雙氧水靜脈滴注同注射嘅專家，佢同樣接受過我哋嘅訪問，但係之前陳振成醫生亦都講過呢番說話。其實 Dr. Farr 咧就係我哋國際氧化治療醫學會嘅顧問嚟嘅，咁咧就話我本身亦都係國際氧化治療醫學會嘅秘書。就我覺得佢呢一個片段咧，同埋即係用咗 Dr. Farr 呢一個講法咧，就有可能係有些少刪改都未定啊。因為點解咧？就我直接同 Dr. Farr 通過電話，就佢嘅立場咧唔係咁一面倒。我曾經同你去講過，香港有一間基督教嘅石安教會，當中佢哋嘅牧師曾經提倡過養分療法，包括口服嘅雙氧水啦，同埋 Homoson 嘅產品。佢哋實際上已經輯錄咗1065個嘅病例嘅證明文件。喺呢啲人嘅當中，只有105個人係宣稱佢哋嘅病冇改善嘅。我曾經聽過佢哋得咗痊癒嘅見證，當中有啲係十分之感人嘅。佢哋講及到哮喘、水腫、皮炎、潰瘍呢個病情都大大有改善嘅。佢哋出示 X 光片同埋醫生報告為證明。你認為係咪好有價值去讓人喺呢啲方面係繼續去進心呢？或者讓人去評估呢啲嘅病例，然後簽發證明文件呢？評估佢將佢哋輯合成發表性嘅文獻，藉着咁樣去歸納啲合理嘅證據呢一個係一個值得盡心研究嘅範圍。喺我呢度係有啲麻煩。喺呢個國家美國咁我唔知道關於香港
但係呢個國家所能夠提倡同埋宣稱嘅係有好大嘅限制啊。因為 FDA 啊，就係食物同埋藥物管理局咧，喺醫藥上咧係有限制嘅。係，我好明白。你認為點呢？我身為一個西醫啊，如果我走出去教人飲雙氧水，會有咩麻煩呢？如果有第一個人因為咁樣而有胃癌嘅話呢，我會好弊，我會立即挽回，我簡直唔能夠去自保。係，不過所以我唔能夠講任何嘅嘢。喺你認識嘅人當中，有冇一個人係因為口服咗雙氧水而受害呢？我唔係講緊動物研究喎，到底有冇咩個文獻記載嘅證據係關於人類去按住所提倡嘅濃度同埋方式喺口服雙氧水之後，而真實嘅顯示出而受損害呢？我係指到人類喎，你係咪知道有呢啲嘅證據嘅記錄啊？喺我個人嚟講咧，我就唔知道啦。所以故事咧就可以分開兩方面嚟講啦。我哋冇證據，所以假設佢係有益嘅，而我哋亦都冇證據去證明佢對人體有害嘅。而呢個係咪而家嘅情況？基本上係啊。而 Ed McCabe 以下呢段說話，正好解釋點解 Dr. Charles Farr 佢話喺美國講呢方面嘅嘢要好小心呢？如果有人喺呢個國家嘗試對氧份療法進行研究嘅話，好多時佢哋都會被捕入獄嘅。我就喺呢個國家認識一啲嘅醫生，佢哋仍然喺美國嘅國家監獄當中，正因為佢哋為人消除艾滋病。其實除咗 Dr. Charles Farr 之外，星期二檔案仲訪問咗呢位使用口服雙氧水嘅先鋒 Walter Gross。唔知道你記唔記得有一位嘅女士係由 TVB 嗰個係一間香港本地嘅電視台嚟嘅。佢個名呢就叫做 Nancy Lee， 而事實上我曾經建議過佢哋，因為佢哋想拍攝一個有關雙氧水嘅節目，我建議佢哋應該同你傾下，因為你係對口服食物級雙氧水最有經驗同埋最有知識嘅人。當節目播出嚟嘅時候，我睇唔到當中有提及任何你嘅意見。到底發生咗咩事呢？ Nancy Lee 佢到底有冇同你傾過呢？ Nancy Lee 咧就係佢個名啊，佢最少打電話俾我4次啊。第一次咧我哋咧就傾過咧30至到35分鐘，第二次咧就係20分鐘。佢話咧會派一隊嘅攝影隊咧係由香港咧就嚟到呢度訪問我啊。我拒絕咗佢啊，因為太過令人破費啦。咁嘅緣故咧，我就拒絕咗佢。佢話會再打另一次電話嚟咧，同我做一個訪問，但係咧佢冇再打返嚟。點解你拒絕咧？係咪有咩原因呢？因為以往嘅傳媒咧係曾經係釘死過我，佢嚟做一個訪問啦，然後咧將嗰條片咧剪成一段段啊。就將啲零碎嘅聲音咧就拎出嚟啦，去配合佢哋啊，為咗要使到成為一個蠢材啊，佢哋會咁樣做㗎。係啊，好不幸，呢個係全世界嘅傳媒人士普遍使用嘅手法。呢個係我喺傳媒當中睇到令人憂愁嘅事。你哋講到同樣嘅處境亦喺香港發生，傳媒錯誤嘅表達治療法背後嘅事實。喺某啲嘅個案中，傳媒錯誤表達訪問嘅內容。曾經有個人，佢相信氧份療法救咗佢一命，佢採用臭氧同埋雙氧水。佢名叫阿當洛奇，佢住喺多倫多。佢被 CBC 電視台訪問之後呢，佢話俾我哋聽，佢個訪問被 CBC 錯誤表達。佢訪問當中嘅精髓錯誤嘅向大眾嘅表達咗。同一個故事，佢訪問麥克倫醫生，佢係全加拿大外科醫學前副主席，加拿大臭氧研究中一個非常重要嘅倡導者，但係佢係一個好忙嘅人。佢訪問佢，即係引用佢一句說話，當佢講我唔知道有關呢方面嘅治療法，咁就成為整個研究嘅主題。所以呢個係傳媒以嘩眾取寵嘅手法去描述故事，
而對大眾肯定係會造成一個好大嘅傷害，因為佢冇報導呢個基本嘅證據，佢只係報導啲煽情故事，或者一間基督教會提倡會眾使用養分療法，只係為咗會有保持健康嘅啫。背後冇任何嘅隱藏計謀，特別係呢個個案而言啦。教會嘅領袖只係認為呢個療法好有用，但係傳媒會從其他嘅途徑去睇呢件事。佢哋錯誤嘅表達正在發生緊嘅真正事實。